歡迎收睇低清一剔個雜耍教學。今堂第3堂花棍㗎，咁樣呢，之前呢，你學過半圈啦，係咪？我相信到依家你左右手都應該得㗎啦，甚至乎可能你連續做都得添。咁今堂教咩呢？如果你識半圈嘅話呢，就做一招好類似半圈嘅招式，叫 Stop and Go 啦。左同右都得嘅咁樣啦。點樣做呢？就係假設做右手嘅先啦，就係用左手 hold 慢支棍，然後右手響個底打過去。當左手 hold 慢支棍嗰時呢，記得成支棍打平，你右手先響個底鬥過去喎。你都可以慢慢咁樣做，等支棍停定晒先好浪過去。當然啦，你做得快呢，你兩支棍係唔會同時間掂住嘅。左邊右邊咁樣就屬於兩邊，咁就可以多一招花式啦。咁另外呢，仲有教多一樣嘢啦，穿腳，好似拋波嗰招穿腳咁樣，亦都係呢，靠你隻手去 hold 慢支棍嘅速度去做嘅。我講咗穿右腳先啦，左手 hold 慢啲，跟住右手呢，就穿個右腳遞起，就做一次啦。再慢少少俾你睇下啦。其實點樣 hold 慢支棍呢？好簡單，你嘗試下打嘅位置近啲中間嗰點呢，支棍呢就會可以好慢㗎啦。當然啦，你隻手要更加定啦，打近中間嗰點更加定啦，隻手要。當打得上啲嗰陣時呢，你想佢慢呢，都幾難。好啦，再難啲嘅花式下堂再教啦。今日低清一剔個雜耍教學係咁多先，拜拜。